大家好啊！今日我會帶大家去南丫島去睇榕樹灣天后宮古廟同埋索罟灣天后宮。咁沿途呢都有好靚嘅風景嘅。我哋出到嚟會見到南丫島圖書館個入口嘅設計好靚噶。咁我哋呢就會到榕樹灣村，行到去之後呢會有一個市集。個市集唔止有海鮮酒家，仲有好多南丫島嘅精品可以買添。之後我哋行10分鐘左右呢，就會到榕樹灣天后古廟。呢座古廟呢係喺光緒2年，即係1876年起嘅，所以呢座被政府評級為3級歷史建築，已經唔經唔覺陪伴咗香港140年啦。佢最特別嘅係2座西式石獅子，左邊嘅係擘大口，右邊嘅係合埋口。其實原本嘅石獅係中式嘅，但不幸喺1960年代嘅時候已經爛咗。當時係文化革命，喺破四舊下，國內冇人肯生產同出口石獅子。好彩南丫島有一個石匠專門係為南洋富翁雕啲西式石獅，所以村民就請佢雕製一對石獅去守護呢座天后廟啦。去完天后廟之後，我哋就打算行去索罟灣，但係發現 Google Map 竟然帶錯路，帶咗我哋去呢個三山國王嘅寺廟。呢座古廟呢係一進一間，同埋佢哋原來係拜祭隋文帝楊堅麾下嘅3位將軍。廟出面呢仲貼咗牌話呢個係此路不通，所以我哋行返轉頭去大元村，之後跟住快路牌行去洪聖爺灣沙灘。根據政府資料顯示，其實附近有個洪聖爺灣考古遺址，亦成功發現過新石器時代嘅文物。但無奈我哋揾唔到個遺址，就決定行去南丫島佳樂徑，揾我哋下一個目標索罟灣天后宮啦。沿途呢，我哋可以見到南丫島嘅發電廠。我哋大概行咗30分鐘就行到呢個位啦。大家見唔見到海面上個 Y 字呢？其實呢個係南丫島島名嘅由來。之後我哋見到個觀景台，佢寫住武復認真。呢個就係個觀景台啦。大家之後如果再嚟呢個觀景台嘅話，記住同我講有冇伏啦。行多陣，我哋就到索罟灣啦。行完條佳樂徑，我哋就到蘆蘇城村。之後呢，我哋就去咗好出名嘅神風洞。喺2戰嘅時候，日本皇軍喺南丫島駐兵幾千人，其中有一隊叫神風敢死隊嘅特別攻擊隊，挖咗呢個山窿嚟隱藏啲裝滿炸藥嘅特攻快艇，即係 Kamikaze， 去進行自殺式嘅攻擊。好彩呢個計劃未完成嘅時候，2戰已經結束咗啦。所以你哋如果夏天嚟嘅話要小心啲喎，因為呢度係蚊嘅集中地。對面就係索罟灣天后宮啦。隻石獅好可愛，唔知點解望住個海嘅，所以就提影咗張相啦。呢個索罟灣天后宮係喺道光7年，即係1827年起嘅，所以已經有180幾年嘅歷史啦。呢個古廟係咪睇落去好新呢？其實係因為佢曾經喺2004年嘅火災嚴重燒毀，所以只有南丫島嘅村民，包括周潤發都一齊捐錢重修呢間古廟。大家可以喺廟入面試下揾下周潤發個名噶。呢座廟係兩進一式嘅建築，亦都係同榕樹灣天后古廟一樣供奉天后娘娘神像，隔籬都供奉住傳統侍神千里眼同順風耳。天后呢又叫媽祖，據聞佢嘅本名呢叫林默娘。據說天后天賦異能，
拯救過好多遇到海難嘅人，所以凡係喺海度生活嘅人都會供奉天后，以天后為守護神。咁呢，我而家呢就喺南丫島嘅索羅島嘅天后廟啦。咁而家呢，喺我隔離嘅就係一條叫白龍王嘅魚。咁呢，佢就好出名嘅喎，喺傳說度應該個個人都聽過噶啦。佢好罕有嘅，亞洲呢就得5個標本嘅啫，而香港呢就好幸運地捕獲咗一條。咁而家就喺我一個天后嘅廟度啦。如果我哋望一望佢嘅話，其實可以帶嚟好運㗎喎。咁所以大家呢，不妨專登過嚟天后宮度望一望呢條咁罕有嘅咁大條嘅魚啦。南丫島漁民文化村亦都介紹咗捕魚技藝同漁網編織技藝，呢啲都係香港珍貴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㗎。但原來佢星期三唔開，所以大家去完之後記住同我講好唔好玩啊！索罟灣都有啲海鮮酒家同小店，其中一啲係賣另一樣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蝦膏同蝦醬，佢哋都係用沿岸細粒嘅銀蝦做原料，跟住加食鹽打碎，最後就曬製佢。喺啲海鮮酒家度可以見到佢賣蝦醬炒蔥菜㗎。最後我哋就搭船離開啦，希望大家喺南丫島玩得開心啲啦〜